弥陀佛。我们来看这一章，圆照大师讲的话，太微妙了。这个对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人呢，提供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。圆照大师他说，念佛法门不减至于毫见，不论究竟善恶，唯取觉世猛性，临终恶相，实念往生，既服务凡夫，度孤下类，刹那超越成佛之法，可谓一切世间甚难信也。你看，他这么说，念佛法门就是救度法门，念佛就是要靠佛，靠这个佛的法门，他不会去分别，不减就是不分别，不分别你是聪明的，你是笨笨的、呆呆的，你是一个富豪、很有钱的，或者是你的身份很低俗、很庸俗的人。很贫贱的人，贫贱没有钱，或者是很富有的人，好，不管，不会分别的，不会选择的。念佛法门不是选择，不是以这个为对象救度对象，不是，不会给你分别的，不会给你区隔的，不会区隔。那你聪明的我才救你吗？没有，不是。你笨笨的人我给你放弃吗？不是，不是。所以他不分别。不论你究竟善恶，也不讨论，不去评论。你是一个老修行的人，或者是你才刚刚接触的，才几天的人啊，究竟你是一个很长久在学佛，或者是在刚刚才学的善恶者，你是一个善的人，或者是一个恶的人，不必评论，不必去讨论，唯取觉世猛性，唯我单只有。要取就是选择，选什么？要选什么人？觉世猛性，决定你的承诺，你发愿，我猛信，我要勇猛的相信，我就决定，我一定要相信，我绝对不改变，绝对不动摇，我绝对不换题目，我就是永远相信，一信永信，一信永信，现在信到死我都不改变，永远信，我只有选取这一个。佛要救度的只有这一个，不是你很富有，你很聪明，你是什么很高的智慧的人，不是选这个，他所选的就是这个人下定决心，你完全相信，不起任何丝毫的怀疑，那选择这个对象，所以你们信不信呢？信，那就是佛要救度的对象。临终恶相，实念往生。很多人在临命终的时候，这个人你看，像那个张善和，像张钟馗，专门杀鸡的，专门杀牛的。结果到最后快要死的时候，那种地狱这些所有的恶鬼夜叉一个来到他身边了，压着他，马上就要带入地狱了。这个是临终这个恶相，所有险恶的，非常让大家害怕、恐惧的那种外相都出现了，已经靠近他身上，靠近。但是10年，只要他一念佛，10年就是念佛，一念佛，照样佛救度他，照样往生。这种人面对的生死关头，佛都不嫌弃。你虽然在世做了很不好，错了，你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，但是只要你在临命中10念，佛照样救度，照样救度。既服凡夫，度孤下类。你看这个具完全具备被绑住的凡夫众生。什么感情绑住了，事业绑住了，对外在环境这种贪求计较的心绑住了，心里面的那种肮脏污垢，各位层层的那种烦恼压住了，这被绑住了，整个被这些外在的东西绑住的凡夫众生，具备有贪嗔痴、贪心、嗔恨心、疑痴心、毁谤心。这种凡夫众生完全的被这种外在的这些念头杂念妄想绑住的人，度孤下类。这度就是专门造杀业的，孤在买卖这些杀业的众生。这种人，这种比较粗浅的人，底下的人，
各位知道吗？庸俗的人，专门在杀业，专门在买卖这些生意的这些人，怎么刹那超越成佛之法？虽然他是这种对象，但是想不到他一念佛，刹那之间，短短的时间，马上超越了，跳过去成佛之法，很快就去成佛。奇怪，这些对象都是根本没修行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也不是一个学佛的材料。那么佛为什么照样的让他有成佛的法呢？只要他念佛，只要他愿意相信念佛，知道吗？绝世猛信，他决定，我发誓，我一定要永远很勇猛的来相信，说我念佛，佛要救我，这个事实永远不改变。这个你马上虽然是我是这种对象，但是一刹那之间，马上就跳过去了，跳跃，我到那边马上就去成佛。可谓一切世间甚难信，这可以说，这个世间里面，在这个人世间，任何人都很难相信了。有可能吗？有这样子的吗？这种对象这么坏的人，这么恶毒的人，而且行业是这么不好的人，专门在杀生的人，怎么可能一念佛就到西方？你看这个世间的人呐，是很难相信哦。但是佛说，绝对的、必然的，这些人都是我所救度的对象。只要在临命中，他可愿意念佛，不管他是练得很长久，或者练得很短的时间，我都永远不放弃，永远不忘记。所以无论何人念佛，决定往生了，决定往生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很重要。所以圆照大师讲这一段话，给我们这种罪恶的凡夫有一线的希望。让我们大家都有将来，不会受苦。所以我们特别感谢圆照大师，对不对啊？特别感谢他老人家。我们今天把这一段华语给提供给大家分享，给大众分享。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好好的念佛，永远的念佛，坚定的念佛，要信心的念佛，要感恩的念佛。我们大家都去成就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